来继续来追踪这个性感的嫌犯，今年34岁，住伫新北市的贡寮，厝内底咧种植。老爸过身了后，妈妈伫个便当店咧上班。伊捌做过超商的店员，少年的时阵有犯着窃盗案，即摆头路是无稳定。厝边讲应该是咧做粗工。为什么伊要驶车来弄这个分子所呢？警政署长讲，初步怀疑这个嫌犯有食毒。加上可能进前，互警察来开罚单，才会扣分来报复。即摆有一个上新的画面嘛现光咯，会当看到嫌犯顶半身赤膊体，哪走哪跳入去，乱火车头往铁基路的方向来前进。这当赛车弄死警察，监视器画面搁翕到性感的嫌犯，伫咧临时的天气，躺北体跳入去乱车站的冰高道内底，过不偌久就扣火车弄死。他是对警察有什么不满吗？嫌犯的妈妈由亲戚朋友陪同出现伫警察局，艰苦甲警察会师咧。不过行出来了后，面对记者问话，当顶点点，并且打个人的相片，展出进前和黄小阿比亚翕相，更是真介意报地戏，嘛定定抛出去看电脑的相片。我讲有当你做话，做工袂去做工话。伊也去做工话，较早少年20岁也是去食头。前几年啊，有你合适。你真乖咧，安那是做粗工啊？性感的嫌犯是新北市贡寮人，就住伫咧市区，厝内务农，包括伊阁有3兄弟姊妹。妈妈伫咧便当店上班，伊的哥哥和姐姐工课是无稳定。性感的嫌犯捌做过超商店员，隔壁的人是讲，伊即马嘛是以做工为主。这个男生以前都在外面上班没有住在这里，差不多1个月回来一次。最近为什么这2-3个月会变化这么多34岁性感的嫌犯，前科嘛公开，过去伫咧少年时期犯窃盗案。另外，2007年捌因无驾照赛车扣家人1分局检起；2013年嘛违规换车道，共款扣合规分局检起。警政署长嘛证实伊过去捌食过毒，若敢是情绪不稳定，才会犯案。只是不管什么原因，已经造成悲剧发生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